Hello，大家好，歡迎翻嚟澳洲生活知識頻道啊！我係 Andy Wong 啊。過去呢一年裏面呢，我都有同大家不斷去講下一啲澳洲財經上面嘅資訊啦，仲有一啲澳洲生活上面嘅小知識㗎。咁不知不覺呢，又去到2025年嘅尾聲啦。咁不如呢，我哋喺度先做下一啲小回顧啦。咁今次呢，其實第一部分嚟嘅啫。咁我首先會問下，究竟2025年究竟有啲乜嘢係最估唔到嘅呢？究竟會唔會係 AI 嘅一個大爆發呢？反而我可能係覺得原來好多唔同嘅投資者都對澳洲嘅資產係有興趣，而且澳洲嘅資產呢，其實今年嘅表現呢，又唔係真係咁差嘅啫喎。咁仲有啦，如果我哋去諗下，究竟有啲乜嘢係穩陣嘅呢？我估呢一個呢，就因應住每個人嘅風險而定㗎啦，或者我之後會再同大家講下嘅。但係我哋今集啦，既然係第一部分呢，我哋先講下宏觀嘅一啲好多財經上面嘅資訊，有啲乜嘢嘅回顧啦。咁下一集呢，我哋先至再去討論好多關於澳洲投資者可能更關心嘅另一個議題啊嚇。咁首先呢，我哋會見到啦，澳洲經濟今年呢，其實真係叫走出咗一個底部㗎。即係其實由 Covid 之後啦嚇，一個低基數效應，咁經濟嘅增長呢，係自從23、24年呢，係不斷喺度放緩㗎。去到25年呢，咁其實就開始見底回升咯喎。可能大家不知不覺呢，其實係口袋裡面嘅錢啦，如果我哋用嚟我哋好學術性去講一個人均嘅 GDP，即係究竟有幾多錢使呢？其實我哋都開始走過咗最艱辛嘅一個時間嚟嘅噃。咁我相信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原因呢，就係因為 RBA 嘅行動啦，亦即係我哋講嘅澳洲儲備銀行啦。因為如果我哋去睇翻過去幾年啦，咁自從 Covid 之後，大家就23年嘅時候好急進加息，咁但係成熟市場當中呢，其實澳洲係一個屬於其中一個最遲開始減息嘅一個市場嚟㗎。咁終於啦，去到今年啦，咁其實就開始喺度進行咗減息啦。嗱，其實咧簡單而言啊，個原因就係講緊話，通脹終於冇咁大壓力啦，同埋咧咁見到個經濟情況咧都可以開始做少少減息嘅行動啦。但係可能有啲朋友覺得唔係咁滿意喎，點解咧？因為其實我哋如果去望下，例如歐洲啊、加拿大嗰啲減得好勁，紐西蘭嗰啲又減得好勁，咁但係咧相對嚇澳洲其實係減得少嘅。嗱，我覺得呢個好兩睇嘅，因為始終澳洲而家頭先睇到啦，我哋個經濟冇乜特別失速，仲有一個見底回升嘅跡象喎。咁所以咧，其實可能好大機會 RBA 最緊要即係睇實緊通脹嘅情景，咁從而啦，可能大家會覺得今年減息嘅速度或者個步伐咧，其實係比起年初嘅時候咧，大家嘅感覺咧係預期中慢嘅。而如果向前望，亦係最近開始好多市場嘅聲音開始驚緊啦。會唔會RBA 即係講緊儲備銀行唔可以減息不特止，仲要嚟緊會唔會係講加息㗎？嗱，其中一啲原因呢，就係因為例如見到其實澳洲嘅消費者信心啦，同埋真係嗰個消費嘅 spending 上面呢，其實都係喺最近呢1-2個月呢係有明顯嘅反彈啊。咁呢一個勢頭呢，如果延續落去呢，可能真係由原本大家一直預期緊減息去到下年年中，咁可能就算有嘅話，可能個幅度都會係少啲啦。嗱，暫時可能我覺得或者嘅市場而家暫時大部分都係認為，仲係會係一個減息嘅週期嚟嘅，只不過減息呢個步伐可能開始去到尾聲啦。咁其實當中除咗話 consumer spending 係呢排先彈啫，但係其實仲有一樣最重要嘅就係即係儲備銀行當中 RBA 裏面最着重嘅一個數據就係頭先提到嘅通脹啦。嗱，通脹我哋睇到23年嗰下點解要咁急加息，係因為由22年嘅時候突然間個通脹升得好犀利，令到咧23年要係咁加息啦。咁隨住個通脹23年嘅時候見咗頂之後咧，咁我哋就開始減息啦。但係其實我哋去睇下，如果以澳洲嗰個
inflation 啦，咁其實而家都去到即係接近 around 3.8，就算以 RBA 最中意睇嘅 trimmed mean 啦，即係可能我哋講嘅核心通脹都3.3嘅，都仲係高過而家即係 RBA 裡面睇緊嘅目標嗰個通脹嘅水平係啦，咁變咗咧，其實喺呢一個情景底下，可能 RBA 減息嘅幅度細啊，或者要變得可能要比較小心啲咧，其實可理解嘅，因為其實希望嘅就係通脹縱使唔係急速落一段啦，即係唔會就好似之前咁啦，但係都希望只係彈一彈，唔好彈得太多，又再可以慢慢喺翻一啲低位啊，甚至接近 RBA 嗰個方向咧，咁樣去行咧，咁就大家可能就唔需要咁快去擔心即係澳洲儲備銀行要進行一個加息嘅動作啦。好啦，咁2025年其中一樣嘢咧，咁可能對於好多香港嘅朋友咧，就會覺得有好有唔好啦，就係因為講緊外匯啦。咁匯率呢件事咧，點解會話叫有好有唔好咧？因為大家可能有唔同自己嘅一啲安排啦，自己嘅資產上面可能其實可能澳洲嘅資產只不過係佔你嘅成個投資組合或者你嘅人生嘅成個家用嘅組合裡面咧，其實可能係少部分嘅啫喎，或者可能一半一半，或者全部都係澳洲。咁其實大家對於匯率嘅感覺啦，或者匯率嘅睇法，即係究竟升值係對你係開心定係傷心嚟講咧，就會係有啲唔同噶啦。咁但係啦，我哋去攞一個即係叫做客觀少少啦，即係做一個客觀嘅比對，即係好多時候香港嘅朋友咧都好中意去留意歐羅啊、英鎊啊、加紙同澳紙呢4個地方嘅一啲市場嘅匯率嘅表現㗎。咁尤其是啦我哋會見到即係黃色線就係即係歐元，其實今年真係升得唔少，係啦。英鎊咧，咁其實因為即係曾經都拋離澳紙好多㗎，咁但係去到後期，因為佢哋當地個經濟都開始比較走弱翻啦，咁變咗其實同澳元嗰個表現，今年 so far 其實唔係話領先澳紙好多嘅啫。咁而另外啦，加紙啦，咁大家雖然都叫資源國啦，咁但係因為因應住可能周邊嘅國家嘅關係啦，同埋自身可能房地產嘅一啲政策上面嘅唔同咧，雖然係有大家嗰個匯率嘅走勢係相類似，咁但係啦，即係澳元今年都叫做跑贏加紙少少㗎。其中一啲原因就係可能中國個經濟冇咁差啦，商品嘅價格見底回升啦，咁甚至經濟個增長個動力咧，又比市場預期之中咧開始快嚟咗一個見底回升嘅跡象。呢啲我哋過往都有同大家來不來去同大家跟進住嘅分享一啲原因，其實都係喺匯率市場上面咧，全部一次過喺度反映緊嘅。咁既然大家睇完澳紙就會有時去諗究竟係咪一定要全部即係跟風一齊，一定要全部美股咧？嗱，喺我嘅角度唔係嘅，係啦，而係每個市場都有自己嘅特質，即係例如美股，我成日都話應該係一個增長嘅亮點嘅市場啦。咁但係如果就翻本地人嘅，其實可能本地上面嘅優勢，例如澳洲嘅高息股呢啲咪係每一個市場都有自己嘅特色咯，係啦，咁所以其實最緊要揾翻啲啱自己嘅方法，因為其實可能有時你去全部擺晒落去美股，你又要擔心匯率嘅風險喎，咁會唔會做一個合適嘅一個組合嘅配置個比重會嚟得舒服啲呢？好啦，咁既然係咁，咁澳洲嘅股市又係咪真係大家講得咁悶？唉，不如忽略佢呢。嗱，我哋睇下呢一幅圖，喺今年黃色線就係世界指數，而澳洲 ASX200指數就係綠色線啦。咁但係我已經用咗澳元去計價啦，咁同埋即係都係以個累積表現去計價啦。大家會見到其實大家唔係相差好遠嘅啫喎，原來係1點幾個 percent 嘅啫喎。咁所以啦，其實我成日都有提住，其實澳洲嘅股市如果識得好好利用 franking credit 或者揾一啲有質素嘅一啲高息股甚至耐唔耐先至去攞一啲增長嘅風格咧，其實呢個係喺澳洲股市上面咧有唔錯嘅一啲潛力㗎。咁
其中一點就係因為始終澳洲個股市市場佔世界嘅市場嘅指數只不過可能2% 左右，所以無論喺媒體嘅角度啊，或者喺平時嘅一啲分享咧，係真係會少啲嘅。但係唔代表裡面冇靚嘢㗎。咁呢一個咧就真係反而如果真係留意開澳洲股市或者自己本地上面因為稅務嘅一啲因素咧，不妨花多少少時間或者去同一啲你相信嘅朋友咧，咁大家去了解下，去傾多啲偈，去認識多啲啦。正如我成日都提到嘅，其實如果你喺一個投資路上揾到一啲啱嘅方法，好嘅一啲方法啱自己嘅話咧，其實就俾時間成為你投資路上嘅朋友咧，可能會嚟得開心，因為原來如果澳洲嘅股市其實個表現唔係太差，但係如果你喺投資路上揾到啲好似白色線，好似我自己咁樣，會揾到一啲啱自己嘅一個方法嘅時候，原來可以繼續善用翻自己市場嘅一啲優勢㗎。咁但係關於股市啊、ETF 嘅一啲唔同板塊嘅表現呢，我哋留翻下一集 Part 2嘅時候先至再同大家講啊嚇。咁好啦，咁仲有一點啦，2025年財經上面嘅消息冇得唔提澳洲嘅房地產市場㗎啦，因為縱觀世界各地好多房地產市場其實都已經見頂回落咗好一段時間㗎啦。咁但係澳洲個房地產咧就好似自己一個反地心吸力咁喺度向上喎。嗱，究竟會唔會繼續持續？會唔會繼續火熱？大家都有好多唔同利好利淡嘅一啲原因。利好嘅通常都係講因為人口嘅增速啦，仍然仲係高過房地產嘅供應㗎，所以仍然仲係供不應求個情況。第二啦，咁可能有啲人就會覺得，因為始終而家利率減低咗，同埋大家對於澳洲房地產嘅前景係好有信心，所以購買力啊、剛需啊，仍然仲係好強㗎。咁但係另一方面嘅就會有啲人可能經歷過，無論話一啲房地產幾火熱嘅時候，都會有一個週期，同埋當個週期下行嘅時候，都會好體驗或者好考驗到究竟個借貸市場有幾健康㗎。嗱，我喺度唔去今日分析太多房地產嘅一啲細緻嘅地方啦，但係如果大家有興趣咧，你可以話我聽嘅。咁可能將來啦，可能我如果去同大家有機會去見面啦，咁嘅時候可以再分享多啲㗎。好啦，咁我哋既然睇到澳洲個房地產市場係好似反地心吸力咧，喺呢一幅圖俾大家見到啦。仍然以 Perth 嘅即係綠色線啦、粉紅色線嘅 Brisbane 啦，今年係升咗即係大概10% 左右啦，咁而且啦，即係其實 Sydney 啊同埋 Melbourne 啊，咁其實都有一個即係叫做中低單位數嘅增長喺度嘅。整體嚟講，今年澳洲個房地產市場咧，仍然又再次係被推高㗎啦。既然25年已經開始到尾聲咧，就開始要籌劃26年嘅情況啦。咁我想問下大家，如果將來有機會係喺澳洲同大家去舉辦下一啲茶聚啊，大家 gather 下，或者可能如果有啲第三方嘅朋友去同我舉辦一啲 seminar 嘅話，大家又會唔會有興趣呢？如果係有興趣嘅，記得 PM 或者留言話我聽啦。咁當然啦，如果未有機會舉辦呢啲活動嘅時候，但係你亦有一啲問題想去大家傾下偈啊，可以喺下邊嘅連結去同我預約一個時間，大家有興趣不妨去認識一下傾下偈㗎。好啦，咁今集咧，咁我哋好快咁 wrap up 咗2025年財經回顧嘅第一部分啦。嗱，第二部分我會以一啲即係可能ETF 嘅市場嘅一啲成績表啊，無論股市啊、債券啊、黃金，甚至其他啲主題都有機會去講到落去㗎。如果你哋想我提及啲乜嘢嘅題目，記得留言啦。咁我今集咧就講到呢一度先。咁多謝晒大家嘅支持啦。記住我哋今集嘅教學分享同過往一樣係冇任何嘅投資建議㗎，但係建議就有一個，記得 subscribe 個 YouTube channel，like 我哋條片同埋介紹俾朋友仔啦。多謝晒。